夫文王作义，有为而作之也。当商纣无道，汤德既衰，暴政越民，污吏干位，时非俗弊，上下交混，天怒民怨，神鬼同仇。文王身在忧囚，处得艰险，救民之志未已，切肤之痛且深，见诸天道之推迁，欲其人事之改革，故民志于义。义者变义也，言当变义之计，必有一处变义之道，而成变义之功。时之变义，即天之变义。天之变义，则人事不得不变义之，以顺承天。故其取义重于鼎革二卦，而民变足以事道，拨乱反正，足以顺天应民。故民义之道，以御其教，而在以天时事人事之责。如秋冬肃杀，万物皆残。若不义以春和，则生机且息。如子夜暗淡，万物同美。若不义以朝阳，则大道莫名。此皆天之必变义者，而人事亦当应之。故卦象重在民变，变则通，通则道，而往复循环者，变之所由来，交错消息者，变之所自治。故宗论卦象之旨，不过民义之为义，而推演其变，以教天下后世知道在变，则变为道。不复以天不变，道不变为言。改变者，变而复于不变，非永变不已也。故变亦道也。是当桀纣之时，果无汤武之变，天下尚有人类乎？故其变，天也。天之一变，则变为天，岂被天哉？故亦道至文王位以大变，自商汤至纣，谓数之穷，穷则变耳。而夫子之时，周德既衰，诸侯铁切，人民涂炭，政教乖违，以义言之，无义应变之事乎？故夫子取其义也。夫周易之用，虽重民变，亦非有悖于伏羲之旨。伏羲之义，重常道，以道为本，而人事随之，其用主常。文王之义，以用为本，其义主变。然二者异也，一由上而下，一由下而上。文王以人事明天道，其中亦归于天道，故变而不失其常。其卦序始乾坤，中坎离，始咸恒，中继未继。人以伏羲之序为本，乾坤定位，故手上金，坎离待用，故中上金，乾坤交错，故咸恒手下金，坎离往来，故继未
济中下经。合而言之，人以乾坤为经，坎离为尾，与伏羲卦相同。分而言之，则多易交错之用，即所以见其变也。既谓既坎离二卦，交错以中权异，而取谓既。不用既者，明人事虽合中分，虽交中离，以附于先天之不生不灭。有本天道立言，谓天道有无入有，虽人事分允，时时交错，即其志也。终反其本来，有人归无。如手之乾坤定位，上下不谋，而中谓既之水火不相涉，即伏羲八卦谓次也。水自下，火自上，水火相离，天得大定，此有反无之道，而不生不灭之观。至此生机已息，天地终老，万物入定，世界将倾，故权益之术，至此乃终。而出于乾坤者，人归之乾坤；成于阴阳者，人分于阴阳。坎离不交，而一切同归于尽，此谓既一卦，为天地大结束，而由生化言之，为生化之气绝；由修持言之，则因缘之业尽，了然无碍，润然无挂，空然无存，是则无生无朽之时，而将同于上天之载，故曰大中。以人人循环于初始之乾坤，则又以太极。